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刘应叶牧师。5月17日，邪恶者总是会再来。今天的经文记载在士师记10到12章。RPG 我们祷告的经句记载在马太福音6章13节。不要让我们遭受承担不起的考验，要救我们脱离那邪恶者的手。大确诊时代的今天，我们最想送走的就是病毒。疫情不要再严重回来了，但似乎 they always keep coming back。 清零政策已经不可能了，我们的内心呢？邪恶者总是会再来， they always keep coming back。 我们需要随时提高警觉。今天的经文，我们持续要来看到几个士师。在这个时代的士师是任意而行的时代，这样的时代在今天的经文已经落到叫神担忧的时代。怎么说呢？还是那句话，就是忌邪的神看到人敬拜偶像，而且不只是一个偶像，是什么偶像都拜，使得他们的信仰混乱不可堪，乌烟瘴气。什么原因会落到这样的地步呢？就是人们享受了太平生活45年，保暖思淫欲是最常见的。我们看到士师埃尔有30个儿子，很可能是由多位太太生的，而多妻无论如何都不是一个好的见证。今天这种情况也在我们的眼前哦。很多时候我们因为安逸生活而忘记神，甚至于领袖带头拜偶像，国家一片乌烟瘴气，而离弃神使神来担忧。所以我们更应该要为这个国家，特别是这疫情的时代，大确诊的时代，恳求主来怜悯。在这段时间，使人真知道有一位神是保护庇佑的。今天的经文持续看到这些百姓，以色列百姓，他们不是没有经历神的拯救，而是他们忘记了神的恩。我们常常也蒙恩蒙神的恩，但我们也快忘记，离弃了神，去爱别的神而替代我们的神，当然叫神担忧。当我们落到这样情况的时候，就受苦了。以色列人受苦，神为他们担忧。他们长期受苦18年这日子真的不好过。可是他们没有回头，没有觉悟，没有醒悟，以至于苦难一直都没有离开，叫神心很痛，很疼爱他们。但神的担忧持续着，因为要叫他们可以回头。人遇到了尽头，就会想到这一位爱他们、曾经拯救过他们的神。但需要的不是只有后悔、懊悔，而是要悔改。后悔、懊悔之后，要转向归向神。持续我们看到进入到11章，耶弗他的这位士师。那么耶弗他的意思就是被释放，以色列人的困境是由这一位被释放者所释放。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耶弗他其实出身很寒微，没有地位，因为父亲激烈他为人不好他拈花惹草所以跟妓女生下他，使他从小就被轻视，心灵受尽了煎熬长大之后呢，不被家庭所容被赶出了家门从此之后他真的就去当黑道的大哥但这样的出身有用吗？那这样出身的人，
他还有什么前途可言？他还有用吗？是，当他被神用的时候，就是很有用。我们看到经文继续，就是在这个危急的时候呢，耶弗他这个临命受命临危受命激烈的长老们邀请他出来领导他们他被赏赐，而且他也很有勇气他真的是一个勇士，善于打战之外，他领导有方当然他是有才华但他不失这样他也是一个信靠神认识神的人他怎么信靠神呢？怎么样子想起神？我们看到在这个第9节的时候，就耶和华把他交给我，他再一次在耶和华的面前陈明他能够得胜是出于神的虽然他自己很大是一个大能的勇士但他深深知道个人的英勇不算什么，是神使他可以得胜我们可以知道他呢是一个信靠神的人那这样的人即使人会忘记他，但神不会忘记他耶弗他虽然是生活在底层的人，但他却是进退有根据的他懂得先礼后兵呢。我们看到他先和亚门人讲道理不是一开始就这样就开战了没有，他甚至于引证了历史，证明以色列人没有占据亚门人的地。我们看到他所说的话，我们真是知道他很清楚历史铿锵有力，日期都很准确呢他确实是一个外交官，他确实是一个能文能武的人，重点在于他是敬畏神的人，所以以至于神的灵降临在他身上，他也是紧紧依靠神才能够大获全胜结束了18年痛苦跟羞辱敌人再强总强不过我们的神，是吧？耶弗他可以胜过敌人，但他有一颗心是没办法胜过他自己的，也就是他求胜好胜心强，以至于他许下了愿望，向神许下了愿望，也就是他期待神来帮助他，他就发誓，他自己就许愿说第一个我打胜仗回去，第一个出来迎接我的要献作燔祭，终身不嫁。这实在是一件很让人痛心的事，而耶弗他没有办法胜过这心里的这个结，他在战场上赢，但是在心灵上却没有办法赢过他自己的这一颗心。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恶者，心里的恶者，他真的是随时都会回来，我们要谨慎。我们或许在人生的最后一战我们却失分了，在最后一战我们却失去了自己，离神而去，这个就很可惜，得罪神到了12章呢我们持续来看耶弗他怎么将亚门人击败可是因为以法莲的人的争吵使本来举国同庆的喜事变得让全国同悲的伤心事。这以法莲的无理他怎么样子来这个闹事真的是没有理由的理由但我们看到这个耶弗他怎么样子来有智慧来处理这件事情，而我们想这就是因为这位耶弗他有神的智慧，敬畏耶和华真的是使他能够胜过这一切。亲爱弟兄姐妹，今天这个3章里面真是再次来提醒我们我们的主祷文到了新约的时候耶稣教导我们的主祷文真的是这样来提醒我们
就是这恶者呢，他总是会找那个漏洞，特别是我们的心最在乎的是什么事情的时候，他总是会抓住我们的心愿我们要警醒就像主祷文所教导我们的，不要让我们遭受承担不起的考验。主要救我们脱离那邪恶者的手，而那邪恶者的手很有可能罪恶，那就是我们自己。我们要小心邪恶者，我们也要小心自己成为那邪恶者。恳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在心灵上征战时可以常常得胜有余，甚至我们可以百战百胜。恳求主来带领保护保守我们的心，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再次透过你的话语提醒我们，我们的生活随时要警醒，因为那邪恶者总是会再来，但主你也总是会来提醒我们。主，你总是成为我们的保惠师，让我们的生活每一天都可以过得胜的生活。主，谢谢你，我们靠着你，我们能够得胜有余。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音乐牧师祝福您，今天我们可以有一个得胜的生活，因为我们的主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的今天可以荣神益人。我们明天见。